各位电视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鍾意群阿群妹，一下係下晝4點嘅時間，而這時間啊，輕適合來做乜嘅？輕適合來飲一杯咖啡，冇就飲一杯茶。今日嘅節目當中，阿群妹愛非常嘅遊戲者，因為我今日愛同大家來分享玫瑰花茶。其實呀，想象當中就係一件輕浪漫嘅事情。今日來分享嘅呀玫瑰花係對台東來嘅哦，韓國係咧當後生嘅呀專項嘅青年，好，細細個來分享啲來分享中槍分享。大家好，我是花山有機玫瑰花農場的張靜，大家好。好，分享中槍，分享張靜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哦。很年輕，對不對？就決定轉都不卡，轉到台東亞洲素材，然後去種有機的食用玫瑰，對不對？對對對。其實，對一般觀眾來講，可能想到直覺想到的玫瑰花，我們就會想到是啊，男朋友送的一大束99朵玫瑰花，象徵我愛你的那種玫瑰花。對。就唔會係要這種色類要這種玫瑰花。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種食用的玫瑰跟觀賞用的玫瑰，它的差別在哪裡呀？它的差別其實是它們都是玫瑰花，那也都是薔薇，那就是說種法品種，然後還有最後製成的手法也不一樣。對。哦，所以如果我把外面的觀賞用的玫瑰那個品種，我用好的方式種出來，其實它是可以吃的嗎？可以吃，但它可能會對你的身體造成比較大的負擔。那就是常常有人會有誤會，就是說玫瑰花喝了就是瘦身茶，因為會瀉肚子。哎，對對對，以前手搖杯會賣跟玫瑰相關的飲料哦，給說嚟後非常有效，肚子都唔驚退嘞。對，就是它有這個效果。但其實那是一個誤會。哈？什麼意思？對，就是其實觀賞用玫瑰，它這個品種，它講求花要大朵要漂亮，那開花時間要長要持久，但是食用花它不會那麼持久，不會那麼大朵。因為用途不一樣，用途不一樣，然後它對身體刺激比較小，所以它通常食用花喝下去比較不會瀉肚子。哦，有我一下看到你相片度後，你們的花跟那個我老公送我的花長得不一樣哎，對對，花型就不一樣了，花型就不一樣。對，因為我頭擺看到跟那種觀賞用的玫瑰花，它的一片一片是按用包起來的，對，他們會比較包覆狀的。對對對，啊，這個是感覺是打開來，對，打開來，比較像是鄰居種的那一種。對對對，你要這樣講也是的，對不對？花型，對，但是它很不好照顧。然後做法也其實很大差異。那普遍市面上的玫瑰花是冷凍乾燥去做，然後我們的是日曬，所以又會再更降低對身體的刺激度。對，所以其實真以愛講來講，細節還是有很多的不同。雖然一樣都是玫瑰花，但是光是有機這件事情就冇空用哎。你們家是有經過認證的有機的種植方法。對，其實種有機這件事情，我們節目當中訪問過很多的農友，他們種有機都覺得非常非常辛苦。我相信你們一定也是。對，所以我就很好奇啊，尤其是像張靜和태우想這麼年輕，怎麼會想說要回到家裡，或者是當初你們家怎麼會開始來種這樣子的有機的玫瑰花？一開始其實是意外。哦，那一開始是爸媽為了調理身體。然後有藥草師建議他們種玫瑰花，煮根莖來去調理身體。哦，那他們就種一小片。那時候我們的行業是在做玉石。哦，那完全跟玫瑰花沒關係。沒有關係。但是爸爸是以前是農耕隊的，他有農業基礎，他也懂，所以後來就是種。那我大學畢業，在台北又多待1年之後。我是覺得說家裡有一個事業可以發展，然後可以做品牌，可以做包裝、品管部分這樣子。那時候會慢慢這樣開始，原因是因為家裡種這些玫瑰花嘛，那來煮根莖。但是後來就是發現，那個花開了謝掉很浪費，所以媽媽就是會去採。
所以原本是没有要用它的花瓣的，没有，完全没有，对。哦，但那个时候真的是意外品种跟现在也不一样，对，是意外。然后它就是简单的，台东太阳很强，所以它就晒一晒，然后就泡来喝，那觉得好喝就送朋友，是这样慢慢对。然后我回台东做品牌，去申请有机认证，对，开始做，把它变成一个事业这样在做。不过台东上一就是我们印象中台湾种花的地方是在彰化这个地方，就种很大量的，当然是观赏花啦 ，，Mr. Leva 不是食用花。那在台东，你们家那边种的环境，你觉得它是适合玫瑰花生长的吗？其实如果是没有经过调整改良的品种，去到那里种，很快应该就死光了。那你们怎么拿到这个改良的品种？其实这品种哈。要怎么自己种？是自己去插枝这种吗？有很多种方法对，那我们不会讲是用哪一种方法，好吧？但是是自己实验的，对。所以你们的品种也是我外面找不到，比如说有人会说什么叉叉几号，叉叉几号，对，外面找不到。好厉害哦！那我们那边土质是粘土质，然后刚好是一个山谷。那所以它又有面向太平洋，所以偶尔会有海风进来，那大部分时间就是那边的气候其实偏热跟干燥，所以又黏土质，所以很多玫瑰可能大概是种不活，对，所以因为黏土质它排水就不好了，排水不好，所以等于热风吹过来，全部 heat 都给片就闷住，对，然后太阳如果长期曝晒没有下雨，那黏土质它就会裂掉那它会拉扯开，对。哇，听起来是真影黑懂唔适合玫瑰生长的地方，但是你们就会透过这样子的自己实验品种的方法，找到适合在台东这个地方种植的品种。对，好厉害哦！大概这样子实验花了多少时间？其实前后花了大概快5年。那个时候是爸爸自己就开始先出于自己兴趣就开始在做这件事，所以后来我们农场开始经营，这东西就已经成熟，然后我们就开始大量的栽种。所以你回来，爸爸就已经稳定这个品种了，然后你们就大量开始种植。对，这样有亚哈亚在品牌，古时候生了亚色的玫瑰发黑马该米西，亚哈做的看到这个颜色，它不是那种很浓郁、很鲜艳的颜色，但它有一点淡淡粉粉的，然后有一点点像那种粉红酒的感觉，对不对？就是有一种很漂亮那种透明的颜色的皮宽呐，它闻起来味道也是淡淡的，好，来试看呐。哦，一开始因入做嘅时间冇完全吃到它嘅米西，但是到后面。到中间大概吞下去1秒之后，你就会感受到跟玫瑰花跟米西慢慢的出来。我觉得很特别，它不是一开始就会让你有种很浓郁的感觉。对，我们的花很主打叫做替代茶的饮品，但是没有完全没茶叶的，无咖啡因的。对，那其实是因为我们消费者很多会后来喝习惯我们家，是因为他们很怕玫瑰花味道，因为有些玫瑰花味道是涩涩的，对，涩涩，然后有的过于浓郁，但通常大部分遇到消费者是因为玫瑰花一开始闻好喝也香，但没办法喝到第2杯、第3杯会腻，因为它味道太重，对，会腻，通常就1杯，那我们这可以一直喝。因为我知道为什么可以一直喝，因为哎呀，它舌头追米，大概过了20秒过后，吞下去大概20秒，追米吃到黑甜梅，它就是舌，就很像喝茶哎。对，它就是会回甘。对，呀，梅黑爱头摆芒是各位这样子的玫瑰的香气，跟爱头摆可能印象当中国外的这种玫瑰花茶的味道好像完全不同。国外的玫瑰花茶，第一个从颜色或许有点接近，因为你们家颜色也是这样干燥起来，还有一些类桃红色的感觉，比较深红桃红的感觉。但是呢，闻起来味道完全不一样。那个国外的有一些茶包，那个一闻是好有点就是冲上来会有点头晕的感觉。对。那一种通常除了品种差异之外，是因为我像前面讲，它是冷冻干燥，
它可以比较保留鲜花的味道。哦，或许颜色可能也比较定得住。对，但是缺点就是可能会涩，可能会苦，可能味道会没有层次。我知道，我们这个层次比较厚，喝起来它没有经过太阳温柔的照射。对对对。因為無共用呀，就同客家人聽到愛食嘅蘿蔔乾同鹹菜乾共用啊，聽到愛日頭細個米絲就無共用。古時候有關呀，色的玫瑰花，還有呢啲東西，我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講再來。好，歡迎大家又進到福喜來咧，我係總演員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下玫瑰花茶，韓國因為係尤其重嘅韓國做法咩？同誒頭擺食到國外嘅咩無共用，故所誒根本嘅規個就一種讓誒腦筋地度嘅玫瑰花重新再個改觀一次，好像不太一樣了。因為我家食到嘅米絲啊，加嘅玫瑰嘅米絲唔會當葱，唔過啊，下後以後就會披到呀玫瑰花淡淡嘅米絲出來，青米係回甘的，在喉嚨後面是感覺是甜的。那剛剛有講到應該是有可能是因為這個製作的方法不同啊，因為日頭曬就是經過這個太陽溫柔的照射之後，食物就會產生不同的風味。那包含我們的玫瑰花也產生不一樣的味道。而且啊，唐貢這個張晉這個湯雅嘅玫瑰花茶的時候，你還特別選了不只是同樣一種的花瓣，你可能有把不同階段的花都放到你的花草茶裡面，都放到你的花茶裡。為什麼會想做這樣子的一個設計在你的產品裡呢？先從日曬來講的話，其實有機這個概念很重要，就是我們要減少對環境的傷害。那包含就是實在地這個概念嘛，那減少運輸上環境污染跟成本，然後像玫瑰花的話，它很大的成本是在烘乾，那電費還有電力的使用。那像一般坊間在使用的冷凍乾燥，其實非常耗電，因為它機器很大，對，而且又很少有，一般人家不太可能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設備。對，那我們做這個花茶，後來我們其實有一度也想要試試看冷凍乾燥，但後來打消念頭，是因為我們覺得這樣好像就跟有機的概念背道而馳，然後又加上說台東太陽很強又很穩定，我們可以曬到幾乎90%乾再烘乾，哇，那自然這個就很符合有機的，不需要了，不需要冷凍乾燥了，你有天然的超級大的乾燥太陽。對對，然後它曬過太陽之後，我們會講說這個食物有點類似熟了，那它熟了，它自然的味道就會有層次。那加上太陽去曬，因為我們是做有機的，我們沒有用農藥，所以太陽去曬也可以驅逐一些原本在花裡面可能一些很小的蟲，我們看不到，可能會曬就死掉了，或離開，他們會離開，對。所以用這種很天然的方法。對，那它喝起來，我們會像剛剛講說有花苞也有花瓣，是因為我們有做過都是花苞的做法。那它做起來呢，那個茶會偏酸，花苞比較酸，對，並不是不好的酸，但它會偏酸。然後如果都是用打開的花做，它會偏甜。哦，對，那我們的做法就是說我們都採，那開的跟花苞都一起採。哦，對，那也要提到玫瑰花另外一個大家可能會不了解的地方就是玫瑰花大家去一般喝都是花苞，那其實是跟花期之外，跟它吃到肥的時間也有關係，所以他們玫瑰花就一起，這很細節哦，一起就是在那個時候就出來，所以他們都乖乖的在同一個早晨，農人去採的時候，他們都剛好是在花苞，在那個時候都是花苞狀態，但像我們這個是沒有，因為不能有化肥，我們連有機肥也沒有下，哦，真的，對。对它這麼天然，對，所以它很野，它也
不会很固定在什么时间，它不按时牌理出牌，对不照时间开花。对。所以你刚好能收到的，每黑呀某 Q 用给同一个法，有可能有法包，有可能有太快一个法。肚肚后按用吃起来，米是没有酸，没有甜，两种都有。但是其实对人来讲，可能是喝茶还比较熟悉，对于西洋玫瑰花茶就没有这么熟悉了。故事节目就有像都将进来跟大家分享哈。福希偏离点，儿童太高的服用到玫瑰花茶、玫瑰花茶，它适合搭配我们家其他的什么样的这些食材啊，或者是饮料啊，加的做的用板来搭配，怎么样才会好喝？有不同的喝法。我们有建议，其实蛮多种。我们特别是我们家的玫瑰花，其实蛮百搭哦。那因为它没有太强烈突出的味道，对，它又很中介直的感觉。刚好处在那中间的味道，会回甘，所以加蜂蜜可以。那我们自己是做加甜菊，就是天然的甜味。对。然后有客人喜欢加乌龙茶，乌龙茶没走的也 OK。那我们自己是另外一种是玄米茶，玄米茶就是有一些些的那种。出否来有点烧焦的味道的感觉，但是它跟我们玫瑰花搭在一起非常的搭，真的，特别搭，所以可以推荐，这些全部都可以，对，推荐大家去试。然后最后几种方法就是做料理。对，那做成鸡汤的汤头。你们家会这样喝玫瑰花加鸡汤？会，真的。会啊，就是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你可以先把茶汤像这样泡好或煮好，你煮一大壶，就像平常你在做高汤一样，那你就倒进去替代这个汤头的部分。那你就去熬。好浪漫哦，玫瑰花铁桶，听起来就有一种很少女的感觉。那它喝起来其实，是比较回甘、比较甜、解腻的汤头。对，我刚刚也是想可以解腻，它也比较解腻，所以是可以用来这个料理嘅。故说各位天使给两千观众朋友，黑讲有玫瑰花唔点用版用嘅话，都在按用吃宽呐。但是前提是它可能不能是味道这么强烈的玫瑰花。对，那它可能就会喝起来会太晕这样。对，那你如果拿去做排骨汤、鸡汤，你喝完也会比较放松。对。有按用嘅功效就錯嘅。故說按用湯底係唔係就當上愛來一筆呀玫瑰花茶哦，大家做嚟去台東請張景可以去找你，因為呀哈你做完以後，你們也有經營一個像是咖啡廳的空間，對不對？對。而且剛剛有講到你們的這個種植的這個農地其實是面向海的，是靠海的，所以那是一個很漂亮靠海的環境嘛。我們咖啡廳是跟農場分開的地方。哦，不一樣。但兩個地方都看得到海，對，太棒了，好想去哦。對，那我們農場的話，因為是山谷啦，所以又加上是有機農場，可能就我們平常不會開放人家來參觀，對，因為也擔心大家會遇到一些危險，對。但咖啡廳是可以，咖啡廳是可以，對。那我們自己做這個咖啡廳是那時候是要給玫瑰花有一個實體店面，那我們平常以前都是在網絡上賣，跟出去擺攤認識我們的客人。那常常客人就說，那我們去台東可不可以找你們？我們就沒有一個空間接待他們。對，所以後來就是想要用這一間咖啡廳出來。很棒哎，這個空間就感覺舒服，而且聽說有一種也是玫瑰花相關的茶，要種飲料，聽說愛多尼亞給篇章做的設計，一定要去才喝得到，而且它的名字很特別，叫做天冷，很文青哎，這個名字。那這個名字其實是爸爸取的哦，爸爸取的，我以為是你取的耶。不是我取的。為什麼叫天冷呢？因為我們這一款茶只用寒流來的玫瑰花來做，太刁鑽了吧？所以一年一期，對，一年一期來做。天哪！那因為大家也知道，玫瑰花其實玫瑰花是比較偏寒帶一點點，高山地形寒帶一點。因為可能我們印象當中法國玫瑰，對不對？對，所以其實玫瑰花在越冷的時候，它花會開越大，那也會開得越飽滿，比
较多汁，那适合我们做这个天人这个茶的制成，所以它这个制成做起来就特别浓郁。因为我现在喝了这个天人这个茶，它不像玫瑰花茶，对，它不像玫瑰花，银玫瑰法跟米西有普洱茶的味道，对，但是你说它是没有茶叶，它也是无咖啡因的吗？对，它纯玫瑰花去做的，怎么可能？对，真的。所以这个是用董 TPA 跟冯氏很特别的方法，才可以做出来这样子的味道。对。这是爸爸发明的吗？对，所以算我们就一起共同去找的一个制作方法。很厉害啊！这个就是只能在店里面才可以喝得到。对，但我们也有在网络上卖也可以买茶叶，但是你就不一定买得到，对，因为这量比较少。因为一年就只能收一次，对，用这个换天，就是而且我们这一款是天然，一定是要3年。制作期间要3年。对。那才会拿出来卖，所以像你现在喝这个是至少3年，这是4年。哦天哪，好珍贵哦！我说没想到用玫瑰花要做出真正像茶米安用嘅色，韩国因为佢真正冇茶嘅元素都低度，我说它是无咖啡因的，然后喝起来竟然有普洱茶的味道，但是没有那么重，它是淡淡的清香。要不要到天冷同大家来分享一下，还有同玫瑰花有关的底。所以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嚟。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氣來咧，我係總演員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下清浪漫嘅玫瑰花。感覺起來後，聽到呀玫瑰花，心情就好起來呀。什麼顏色聽到花哦，感覺就會有一種甜滋滋的感覺。雖然聽起來，種花是發茶呀，一件事情一種就是很浪漫，但是其實際上真正啲嘅做嘅場景不是這個感覺，其實它蠻辛苦的。基本一來哈，這個袖仔特別捲拉了起來，為什麼？因為樹松哈有這個疤痕啊，本蓬被蜜蜂叮到，對不對？虎頭蜂。虎頭蜂。這是蜜蜂不會叮人哦，蜜蜂不太，除非你弄到它的巢穴啦。對。但是你是被當然是比較兇狠的，對，比較野一點的蜂叮到。對，來吃蜜蜂的其他蜂。這麼狠啊！對，是來吃蜜蜂的蜂叮到的，是因為玫瑰花嘛，地發就是會有懂得蟲誒來啊。其實我剛剛有想到一件事情，我去那個花市裡面買的花。不用都不卡，它還沒開的時候不知道，有時候打開就看到裡面有超大一隻蟲。但是觀賞花基本上都會噴農藥，因為它是看的嘛，它本來就可以噴農藥，因為它只是觀賞，沒有要使用。對，那連那樣子的觀賞花有噴農藥的狀態，都有這麼多蟲。那你們家的花田裡面應該是生態非常的完整。對，我們生態很完整，但因為已經這個花園已經維持了10幾年，接近11、12年以上，所以它的生態已經趨近於平穩，就是共生，沒有一個物種特別多，它是一個平衡的狀態。對，但是什麼都有，包含可怕的虎頭蜂。對。那其實我要講虎頭蜂以外的這個分享是。我回台東種玫瑰花，其實對我來說一個很大挑戰。除了虎頭蜂以外，其實是蜘蛛。啊？為什麼？我很怕蜘蛛，小隻的還好，但玫瑰園其實有那種很大隻那種人面蜘蛛。啊，就是一家安普溝黑，對，你可能走一走就砰，就是一隻蜘蛛在你眼前那一種。那我採花。就是要深入玫瑰花叢，而且你眼睛在看花，對我眼睛在看花，你對焦其實對不到你前面的蜘蛛。對，它就其實在這裡這樣。天啊，好可怕，這很崩潰。我會嚇到魂飛魄散，對，所以我其實有一段時間很抗拒下田，但又要下田，對，所以。這是除了虎頭蜂之外，那這好真實哦。那後來是就是虎頭蜂，其實叮到我們，其實有一度不想繼續做玫瑰花，
应该说就不想种玫瑰，做这个花山这个。因为其实像一般看到虎头蜂，我们就离开嘛，我们一定赶快离开。看到大只一点的蜜蜂就不是蜜蜂，就看到大只的蜂，对，就先离开那个位置了。对，所以你们没办法离开，或者是没办法抗拒，就是或躲避虎头蜂吗？是没办法。为什么？因为他们就近，他们的食场就在玫瑰园哦，所以他们就近就在玫瑰园里面筑巢，所以他们筑巢就筑在玫瑰花丛里面。那我们采花，手都要伸进去，一定会扰动它们嘛。那花丛很密哦，那加上我们眼睛盯着花，又会盯着害虫，我们可能会随时检查玫瑰花健不健康，有没有害虫。所以我们一次要处理很多资讯。那通常都是最后才会注意到虎头蜂巢或者是黄蜂巢，是被叮到了之后，通常它都冲出来了。啊，好可怕哦。那运气好就是被叮一下，运气不好就是2-3下。对，哇塞，我没有办法想象。像我妈妈的话，她因为反应比较慢，所以她采花，她看到蜜蜂，看到虎头蜂的时候，她通常还会先叫一声，然后她还会待在原地，她还待在原地看一下。如果我有在田里听到她叫的话，我就会叫她赶快跑，然后她才跑。对。那通常是会好多只一起飞出来吗？看季节，有的季节特别凶，你靠近还没摸到草，它就会飞出来。那有的季节是你要扰动它才出。天哪，那个手肿那么大，是被蜜蜂叮到吗？被虎头蜂叮到？对，虎头蜂。对，好可怕，这很严重哎，这家常便饭哎，以烟吧？这不用去医院吗？我们都自己涂药膏。对，那后来因为爸爸妈妈年纪比较大，我也会担心，所以后来是有去医院拿特别的药，因为医院离我们那边太远，我们会先去医院拿药啊，万一被叮到就吃这样子。哇，这个辛苦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耶，明明就是感觉那样很浪漫啊，玫瑰花啊，但没有想到除了虫之外，还有这么危险的事情，我不应该有是真的很危险，是蛮危险的，因为是会被虎头蜂叮到，是有可能会对生命造成威胁的。对，像妈妈有被叮过脸，那对啊，就是差点昏倒这样子。天啊！所以真的有一度因为这个不想继续做。那为什么还继续坚持？我们后来是找到各种方法，我们想办法去突破这个障碍。那我们找到方法就是每一次采花前，我们一定要寻一次，那我们就拿一根木棒去敲玫瑰花，拿一根蛮长的木棒，那一敲发现有风的声音或蜜蜂跑出来，我们就会特别锁定那一个地方。哦。那在采花之前，我们可能用火烧、用抓的方式把它处理掉，才采花。但它也没办法完全杜绝，因为毕竟它就是一个生态。对，然后加上它的巢再小，它还是会叮的。所以有的时候敲还是没有，那你去采它还是有，对，因为它太小了，那个巢太小，就避不掉。对，但是有减少被叮的次数，所以就后来变成说可以有对策就对了。那就是更不用讲那些病虫害啦，因为你就已经有这么高阶的这个生态系顶端的这样子的虎头蜂的这些生物，你就一定会有非常多虫啊、小生物啊、吃花的这些小虫子啊，你们应该都很多。但是你们是不是不影响到花的都不刻意去去除它？对，不影响花我们几乎不理它。对，都是跟它好邻居这样子。对，那会吃花的虫，我们就会特别再去处理，小心一点这样子。因为像有一种叫三节叶蜂的虫，比较少在农作上面听到。它在玫瑰花其实好像比较普遍常见。是玫瑰花的虫这样子。对。那它的幼虫会吃玫瑰花的叶子，那只要一不注意，大概1-2个礼拜时间，它就会把玫瑰花吃到干枯，吃到没有叶子。对，没有叶子那个就不会营养，就不会行光合作用。对，那玫瑰就会死掉，整颗。对，所以我们就会很特别小心。因为不能用药，所以就只能认真去巡田、巡花田。对，所以我们通常采花的时候就注意一次，那巡田就巡一次，去注意说有没有这个害虫滋生。那通常只要在早期的阶段，我们有把它抓掉，通常就不会有。
然后在抓虫的时候，手就会被玫瑰的那个刺划伤。对，采花更会。对对，所以这也是家常便饭，就是很正常。这袖套那些没有用吗？没有用。对，因为玫瑰刺很硬，也很锐利，也很多。那要讲到就是说，其实采玫瑰花都要尽量，我们每一朵花都会采掉。那所以手都会伸进去，很里面的。对，那像我已经采那么多年，经验很好，我都几乎可以避掉被刺到，我顶多划到是小伤，是顶多。对，那刺到都会很严重。对，刺到都会痛很久，说刺会留在手里面。对。而且有些那些刺是会比较粗的那种，还要把它拔掉。对，还要把它对伤口要把它用开来拔掉。所以按辛苦做一点事情，其实就会想一方面做身体健康，想要做有机的这个事业，另外一方面就会想要把这样子的玫瑰花本太嘎低，本太嘎阴神动。所以当然在推广很辛苦，其实慢慢的也有一些去市集推广，然后也开了这个咖啡厅。那咖啡厅未来是不是有其他的规划？因为其实玫瑰花应该是任何听到玫瑰花，大家都会觉得啊，有种冒爱心的感觉。对，我咖啡厅现在就是规划就是以后可能会加一些玫瑰花相关的甜点，然后糕点。对，那我们的咖啡是自己烘的这样子。有咖啡就对了。对，因为有的客人，我们常常会跟客人说，你要放松跟你要提神都可以来。因为有放松的玫瑰花茶，没有说的会有精神的咖啡。对。还有甜甜的优雅玫瑰的甜点会来推出。对，然后也有相关的，包含去市集呀，也係講用路咩做得來買嘢多。但是有機會推動了嘅話，真的可以去找你們嘛，對不對？海邊的咖啡廳很放鬆，又有這個浪漫的玫瑰花。對，不錯，分享大家去推動前這個張靜玩哦。咁我演什麼張靜來到節目當中。謝謝。那什麼電視機條件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等下天天欣賞嚟做運動哦。節目好看冇啊？好看福氣來嚟嘅電視機條件嘅觀眾朋友，記得留影片分享出去，還個到福氣來嘅面書網站，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個影片記得分享出去哦。